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嘅热条下热讲讲。人讲啊，算盘跌过光，係形容呢個人動位算動錢。就算哦跌算盤都跌過光誒，係係強用動位算咯。誒，佢到底嘅算盤安樣會跌，當位錢咯？動位算，動位算嘅熱條到啦熱講字，今日我教大家安樣會算到歡樂省。誒，入落去長坤啊，就啲了。葉講子啊，你碩士按多年咧，你點解頭擺做乜嘅嘛？你頭擺係做乜嘅呀？我係做生意嘅企業家。哎呀，真係看唔出來。啊，你意思不要看我沒有哈。我講過，我係頭擺開公司啊，開始當排廠哦。27層樓嘅建築，佔地250平。啊，貴校係中央空調，東南下涼。貴校係太陽嘅發電系統，佢室內吼擺啲當多名畫家嘅畫作，佢壁頭壁角哦擺個鐵料嘅雕塑作品，像伊乜個羅丹嘅啦、米開朗基羅啦，還有畢卡索嘅啦，還有朱銘啦，甚至啊有埃及嘅木乃伊，然後人面獅神像。哦，你擺攤嘅啦。因為我個人嘅堅持，係我太樓嘅門口標係兩錯嘅。實時嘅。兵馬俑，這東西你用咩落來呀？嚟到還搶150個上我獎呢呢服務生，我個旗袍哈，開車開到按公里，哦，很強哦，獎哈，我還搶5星級飯店嘅住處，那附近料理嘅傳堂，還有戲飛影像嘅天，乜嘅戲飛？嗰叫 HIFI 啊，跟人都 high five。HiFi影像嘅天陽嘢，還有50公尺建房嘅溫水游泳池哦，還有啊個三溫暖馬殺雞 SPA，還有啊推拿嘅針灸和各式各樣嘅服務啊，所以講愛物嘅要物嘅啦。哦，你開百貨公司嘅啦？百貨公司讓我要什麼旗袍作案過開產啦？嘅係三溫暖中心。三溫暖中心門口咁會擺個金馬俑，那一門後咩唔會變嘅兵馬俑啊？潘公太樓，潘公太樓，我嘅溫水游泳池做乜嘅啦？咁乜嘅就唔係人都帶做乜嘅呀？喂，像人家講嘅啊，27層樓，有傳堂，有天陽園，門口有標個兩座兵馬俑嘅公司啊，嘅係騙數啊，佢騙數誒，我唔識談過。呀，做唔得啦。我冇講做唔得啦，即係此開幕嗬，天拜睇你係佢騙數啦。落安太一本，咁有人來搞幹啊？哎呦，你啲人乜計啦？你下時台哦，講究嘅就係服務啊，事前哦去騙數，當然我爽快送上來啊，係嘛？哦，嘅呀，去拜騙數要幾多錢啊？去拜2000塊。啊，2000塊？你做乜啦？講就講客來哦，硬先試做乜啦？咩？我會對是2000塊。當然我唔去啊！大家想看啊，像收到去一張200塊進去，你有冇判斷發2000塊來攞出來咯？嘅人都係貴到哪啊？貴到哪？哎呀，我老講啦，是2000塊，第一就係本人我都送上來，好嘛？故所一落騙數啊，第二度就有2隻房間。做乜2隻房間啊？哎呦，三啲，一間係歇困嘅房間，一間係臥室嘅房間。成兩小嘅歇困嘅房間。第二度啊，因為當係碰床，還有貴族嘅旁燈。騙數第二不用旁燈做嘛？哎呦！跟臥室啊，我忝嘅啊，做啲坐墊歇困下來啊，不跳歐巴麼？但係我講乜嘅歐巴，還有啊100寸嘅大電視呢，好本看呢，還有啊各國嘅 DVD， 還有啊各種嘅遊戲機啊，其他研究，沙地佬用手機啊，嘅臥室嘅房間好啦，跟臥室嘅房間開始用強化肥呢，青花瓷呢，強化肥啊建嘅房間，還有啊個琉璃磚鋪嘅天台呢，一片啊，喺臥室苦頂嘅時光，一片喺坐墊嘅馬桶，做馬一樣行不用一隻啊？係喲。咁有啲人啊，好苦頂臥，有啲人好坐頂臥，也係仆頂臥啊，其實上個樣嘅臥中樣嘅臥。上個有一組多哦。哎呀，
同行啊，还有个乜嘅插枝區嘅哦，啊，地邊有各種嘅啊包裝插枝啊，你河南嘅嗬，做咧凡下包裝插枝啊來看咯，照片上啊還有啊，比如講茶盤嘅製作嘅哦，但係還有一幾天花。做嘛不用天花？哎呦，跟你啊，我都是有嘅，所以大天花喺盆面嚟敷啦，跟住話單背敷，下背臥，上下不衝突。哈，也就人講嘅呀，作當是飯，作下餓死。我諗講哦，有啲讀到啊，cái畢業啦，學硬是學唔出嚟啊，兩時就做嚟去看天呀，也係講健身房啊，運動一下，也係洗三溫暖啊，馬殺雞一下，嘿嘿。寫出來哈，鬆鬆爽爽，皮癢餓死嘅情緒。哇，睇起來真件當真掉呢。哎呀，我好以後啊，佢一傾，啪一個小水啊，然後射槍來，聽得啦，美國進口衛生紙啊，強強一出，哇，服務很足多呢。強強軟軟一出，鬆鬆爽爽行出來，唔講2000塊貴嘛？貴。哎，人家店嘛，很多嘛個名。暢快衛生公司，暢快衛生公司，生意一定當好啊！唉，快3年冇辦法貴樣落來。哈，因為冇人下開始呢。哎呦，人都唔知哦，我哋做乜嘅生意都唔敢落來啊，捱悶啦，乜間到衛生公司啦？是，笨蛋就係啊！就咩講？哎呀！也做唔到鬼撇啥啦，跟捱店面啊，一模樣嘅設計啊，啊好得咯，個玻璃櫥窗啊，一台山哦，還做咧標到嘅個產品嘅散步路哦。跟人都標到乜嘅呢？佢就絲缸啊、馬桶啊、馬桶蓋啊、儲水箱啊，還有啲美國進口嘅衛生紙啊。按用應該就係有人客啊。嘿，有人客落來唔可以查啦，唔過佢全部都落來買衛生紙，都冇人來屙屎。啊，人家嗰邊專做潮濕嘅啊，我講你頭個將就一生意莫做嘅啦。係啦，我想想啊，冇法做咧，我就決定啊，想改行啦。改行？你想做乜嘅啊？乜嘅都做得啦。哦。乜嘅創業你做乜嘅啊？乜嘅流行就聽乜嘅啊？標準嘅生意呢，減少。講法冇人談好冇，個做生意睇個咩網賺錢。既然都看下錢一樣嘅穿法啊。不會啊，幫我想到咧。有想到乜嘅啊？我想嗬，今日下嘅時代嗬，係你賣乾菜最賺錢。你樣嚟講啊？像你下踢球村啦，當然都按到乜嘅田仔年貨啦，報紙啊打開來，當然就有人試啊，鼓手啊賣乾菜啊，絕對做得。韓國模啦，連一種4年前人家想穿。冇人講好冇啦。佢就因為講啊，4年前較好穿啊，因為冇人會講價。哦，姑嫂唔正經結天做誒？結天咧，結天改行開乾菜店。哦。係啊，我超啊，嗱個衛生公司嘅設備哦，貴下太婆買，買咗5000多萬。哇！係啊，我超潛人啊，去潛嘅雙號嘅木材，韓國潛嘅老師傅哦，喺佢度做嘅咧，3種尺寸，太重色。各式各款嘅乾菜，哦，做好來準備開張。係啊，第一開張嗬，我就攞個看板招牌啊拆下來，本來乜嘅暢快衛生公司啊，換做終點站乾菜店，我還請歌神嚟唱歌啊，個地方梳妝嚟剪彩，還表演發炮，叫你假聲灣咧，最尾要開隻風布嘅嗬，但會寫得13隻字。哦，乜嘅？開幕太正宗，賣太鬆色。買一送一，佢送下骨頭乜啦？自家都講得好笑嘅嘛，結果人家測啲要成功嘛。哎呦，我哋行成嘅測料啊，失敗啦。結果啊，3張嘢要過嚟預料，一副乾脆都冇買得。該死，哪有人送一種東西嘅呀？唉，公司發唔出業績，不過嘅員工啊，那個走槍槍，連擺啲門口嘅便馬用我一邊頭就要。唉，啲假頭就算嚟啦。唉，乜嘅都冇嘅啦，就存個10個副嘅乾脆啲啲呢。冇相干，佢留得漢白做得用啊。啱啲，一遇到困難，你客家人硬頸嘅精神啊，就一陣子，我將就啊，攞個10個副乾脆送到啊公司門口擺呢。咁樣誒，你就要抗議啊？係啦，佢既然人客冇落來嗬，你就主動行出去啊。遇到有人客話過來哦，嚴實去來生意。做生意啊，就要有一種精神和態度。係啊。我就啊，目足白金金，
专門注意路過啊，嗰條老人家，呀，差唔多呀，我就問個，我咪剛才嘛。那有人用問的啊？再講，剛才係裝死人，唔係裝老人。哎咪沒啦，跟我就生理在啊，就忙講啊，我就那是看啦，我剛才要保證當十報告，絕對唔講重組攞出室。哦，係你衣服好乾脆哦。你以為當好哈？出來再看下冇，看底部拉飯冇哈？我唔可以吃。冇吃啊，用筆嚟做的。我冇筆。沒，你要去講我看綠茶趴做的咯。唔要吃嗰種東西呀。哎呦，我講啦，機會難得呢，你下開幕個太正送呢，買太乾脆送四乾脆，買一送一呢。那不係要冇死人，我買乾脆做乜嘅啦？哎呦，那講就唔少，因為我要死人先買乾脆，唔做得。聽說嗰啲窮苦人啊，送俾啲窮苦人啊，人講不受劍神少來世啊，嗱太乾脆幫助嗰啲窮苦人，四乾脆留下來係要批種用途啊。乾脆係要乜嘅用途啊？有冇睇要聲言嚟冇？當然要啊。計錯錯嘅嚇，唔做得攞佢進緊嘅搖籃茶啊，當好用咧，又思想要表嘅當地，保證聲言唔會困下啦。做唔得啦，cái搖籃茶要練呢，一乾脆要冇練呢，安樣嘅搖啊！哎呦，跟按個西藏練當簡單，也唔是花幾多錢啊！冇，啲乾脆表硬啊！很有硬啦嚇，硬做你鋪嘅蛇皮過嚟啊，就唔會硬嘅啊！唔過嘅，來夫啦！一天要做唔得掛面妝，你掛面妝做乜啊？掛面妝真係冇要滿你咬啊！哎呦，鹽曉點幾香，插到雞，做梅香滿你都唔入來啊！插幾香，我弄關係。一條蝦熱公公。今日我老太自家講嘅老古人，伊就係曱甴是來一木長一木。甘蔗是了一畝長一畝，也個話嘅意思就係講啊，做事情呢愛照譜來，做唔嚟特別。你老甘蔗有嘛個相關啊？因為聽錯是甘蔗呢。哎呦，唔係很是甘蔗啦，甘蔗是來一畝長一畝，也一畝啊就係一節，甘蔗是來一節，長是下一節。做事情咩強用啊？愛一鋪一鋪來。係哦，你有聽過冇？多茄甘蔗，一茄一條。聽過啊？兩句話想象下，做事情呢就順序，大家鋪走路做到，安尼就越做越順序，越到背面啊就越好哦。你聯想力很豐富哦。感謝哦喏，從你倆種人啊，都倆下社會地圖，總得講係。有啦我，喂，咩意思啊？倆在四台馬街都會行，你看啊，交通都海呀、車輪、高鐵，通信都天波天華、BB 口、手機名路、即時通，越行越好啊！你喊臭到牛叉當等你寫新聞不你啊，聽人呢啦！唔錯哦，唔一句話，唱錯又難錯，雖然愛夾。還係愛照譜來，是眼最硬。唔係啦，想看啊，迄個冇發明嘅菜，因為有可能要客運要高鐵咯。迄個冇嘅天花天波，那有可能變出司機呐。還有啊，冇條擺嘅大司機，那有可能要壓下嘅天路鍵盤啊。你啊，還有啊，真簡單嘅，迄個呀爸爸媽媽。冇見面，冇談戀愛，冇結婚，因為有可能要嚇冇故所愛照譜來。唔係哦，上早都係意思冇人在，信用老信用講，面都冇見過是七家送你信用嘅，比臭七十嘅還假。呀，佢用時嘅鋪照，老爺下冇強用啊。雖然佢用時嘅男冇見面，不過呢還係經過公錢、福巴士、提前、高鐵，還係一鋪一鋪來，一系列都清彩唔得呢。有人哦。故說啊，冇強嘅時代嘅鋪照可能會改變，
唔过啊，招呼来系唔变嘅颜色。有道理哦。唔系啊，等一下，该自由性调剂图书用英讲啊。妈妈嘅意思呢？自由性天才啊，忙是随时去图太好，参加研究所嘅考场，两人用英讲啊。基眉毛照谱行，唔系咪当顺序咩？个技行唔系冇招呼行，佢呢行系一步一步好过嚟，真系因为佢开卡夹，故所张做地挑嘅。哎呦，按成嘅道理哦，冇可能会知啦。你嘅意思系咩讲？比如讲偏冲嘅感觉，你老爱都系食了一幕讲一幕，唔过我系自由性，我是客家，我一下是睇三季，你已经涨是到一半。马街啊，唔是3级，我都上一半啊。做埋你唔做啊哈？我惊。基本冇用，感觉食了一幕讲一幕，你呀还系一步一步来。甘蔗是嚟一模长一模。当今嘅客家祖先啊，用食甘蔗来形容人，做事情爱照谱来，总得上空上去，就唔会上去夹啥点都慢咯。像啊，嗰啲我讲呢，就係甘蔗是嚟一模长一模。先啲交朋友开始啊，风评 check， 人格 check， 成功提出。家庭配给、家畜平时、食畜血气，通通 check。差唔多约会3-5年咯，就做在考虑结婚嘞啦。啊？唔讲爱鋪照太多，唔係，甘蔗是得一模長一模，感情怎會越來越甜啊？接下來嘅節目呢，咪從食甘蔗享用，越來越甜，越來越好看咯，加落去談看啦。人老心忙老，一生冇煩惱，食到800年。本社個，個胖子本命按到胖錢，上來是主庭，講佢食唔到20歲生日嘅安步。個胖錢食到19歲咧，心肝都當驚死啊！還是就以簽大幾隔壁嘅土花魚，係唔知想辦法。個土花魚老嘅80那個咧，一看啊！哎呦，社哥，cái mang chủ sang sen chủ sĩ ô, nhiều xong học khơi đây ô, à, ngay miệng ăn vai cả, cái mẹ, cái hệ con bưng cái thổ đồ à này cũ ho, cái chiêu xuân sĩ, ngay mày cam nghe mà, ồ, nghe hai xong cái thổ bù nhang à, cái nghe kinh nghiệm 19 歲。cái世上本你拖轉來做功課，忙住人煙，你就去演示老公咧，就愛看嗬，冇討好樣哦。咩？cái 就算本愛拖轉來做功課，人嘢嗬，愛未咁嘢啊，冇嗬，你唔愛食家己嘢啦，啊拜託，唔愛食家己嘢啦。哦，想愛食家己嘢啦，咁你就係安樣做。cái thổ phá是搞cái胖錢啊，還唔記改名按到胖子，還有老嘅法鋪做法，騙過個牛頭馬面烏拍烏上，結果當真過不起人，本佢3個時劫，個土法有特別交代哦，3個初一，3個15哦，看到個胖子按菜過啊，還求高機啊，你想去聰明白帥嗬，現下有隻機會，你係安樣做。係個胖子是就個土法講嘅去做，因為啊拄好啊，過2日嗬，個八仙來來到棋盤山街為人行棋，係胖子是先送一籃嘅水果送到棋盤山街為人表等，個八仙啊行棋嘅都是為要啊，而且冇留你食嘢哦，個水果啥都是放射性啊。cái 胖子順頭人撲人，等到見到那兩水果吼，是強係是跳出來搖高，哎呦，cái 馬沙按曬按吐
西咯，是你的东西，冇礼貌，冇老人讲啊，老人也越南水果是到强强啊，哎呦，cái hệ马上啊，就係你那的老七姑老七婆啊，老人的水果是强强啊，冇礼貌，哎呦，含八仙地图啊，李通便是跳出来讲，我下个啊，你冇睇谁上好冇咯？cái越南水果幾多錢啊？我係成人，我變10籃水果，配半年有萬。越南水果冇什麼㗎，我老你講，我哋越南水果你是回唔去咯，你啲我哋水果係乜嘅噃？第二次係哦，cái蟠桃、灰嘅仙桃、水蓮同嘅葡萄、蓬萊島嘅楊桃，你哋做錢都係曖昧嘅救命藥方啊！你下啲都救命仙丹，本都是強強。愛妹為個解釋，愛為個解釋，阿妹啊，你哋是冇命喲！該條先人啊，看下到睇下你看愛看你冇干冇殺啦。係個好仙姑幾做幾度順口人時候，還是跳出來講，眾位仙人啊莫笑，老妹自有道理。漢記是漢劍苦下來用嘅線手。炸令嘅烹煮嘅耳孔寫上講，嘅頭髮唔夠快呢，烹煎佢烹煮，來到了打拍嚟，係喲，愛啲你上乜嘅空頭，烹煮糖下度啊，心肝都要7分嚟面了，就講，哦，你咁正經啲愛上乜嘅，係喲。就像係拖個阿奶姑做伴樣咩？哦，阿姐，厲害！哎呀啦，幫我雪家紀念就好。係，唔好講乜嘅雪家紀念啦，我哋八仙啊，越殺半年越100歲，半年食到800歲，娘班800歲，你講咁要人，佢當然要人咯。佢好哦，好，佢係講我食到100歲咧。嗰是羅橋橋長兒龍摩牙齒繞天背調，面皮打隻冇人愛冇人識，嗰咁就好爭。你喲，就僵死冇人愛聽，哎呀啦，本你長命100歲，韓國呵，永久長20歲嘅蛇個樣班。哦，我長命100歲，佢我半樣先咯，冇聽超過啊。我是講你哦，我半樣我冇負責任咯，咩？佢撞你咁樣講，定我半樣攞嚟試踢，咁我唔對打單先，故事700年咯，佢冇後爭我妹，哎呦，戇估啊！咁我半樣試踢咧，咁你本20歲咩？你做得硬過頭啊！60年本你拖一屆800歲，本你拖13屆半樣樣班。13屆半樣，仙姑，你講嘅會咁要盡信，係喲，你係天機做唔得泄漏，個烹煮談到仙姑一番見解，聽到一條3尺角骨篤，2隻舌頭開落嚟，仙姑阿姐台上受老太烹煮100，好仙姑3年2夜啊，留個鐵飯餐嘅烹煮啊！啱時是講到怪到像龜孫一樣啊！個烹煮腳腳要行起來了，氣外嘅切線，回血力感恩不盡。兩下長啲講，個仙姑法力高強，盡神都到福報西龍，直長街棉花筒。兩就係烹煮研究800年，本長街小孩兒計要來。今日講到8位神仙。大沙路有厲害嘅法術，大沙路仲有仙界咯。古時呢，民間流傳當多老幾條有關嘅故事，像今日嘅烹煮老八仙求素年，就有當多嘅版本。今日啊，存前嗰講嘅就係其中一種，唔對有中意冇啊？好咧，我哋嘅節目到日要結束咧，我記得哦，下個禮拜同樣嘅時間準時收看我哋嘅日頭下日講。